Sam啊，咁啊今日介紹另一個租盤啦，就喺迎海嘅，實用面積511尺。咁呢一個尺數嘅租盤咧，就比較少放租嘅。通常大部分放租咧都係497啊、564啊、546呢一類型嘅。咁啊，大家參觀下呢個511嘅間隔先。好啦，我哋入到屋嘅大門有個小嘅玄關位啦。咁啊，連接咗工作平台。咁通常咧，有啲業主咧就喺呢個位置，而家堂梯呢個位置擺個戶外櫃嘅。好啦，擰翻轉頭客飯廳啦。咁啊，露台嗰邊係客廳啦，咁呢邊飯廳啦。露台嘅景觀咧，就望翻去利安村銀湖天峰嘅泳池。咁啊，洗手間咧都重新應該做過晒所有嘅設施啦，包括磚啦、擺位啦、洗手間啦、洗面盤啦、變咗企缸啦，都做過晒。咁啊，打開第一間睡房。主人房，其實主人房遠望翻出去咧，會望到少少海景嘅。啱啱科學園海景都唔算罅海㗎，我喺呢度望出去咧，好開揚個海景嘅。咁亦都主人房要有高餐衣櫃位啦。如果大家對呢個租片有興趣，可以 call 我聲，電話係90927032909270329，等你電話。